这隔离时间其实真侪所在拢休困，所以患者呢，无论是轻重症是拢早期急诊的。即马健保署是打算要来设一个假日的急症的中心，来收一寡镜头较轻的人，甲急诊留予急重症的病患。医师团体则表示真认同，不过呢，嘛建议这费用应该就要比急诊较俗的，互民众会当愿意配合。 受到流感疫情、护理人力欠缺者影响，今年年初各大病院急诊插满病人。为了避免秋冬急诊病人搁再满，卫福部健保署规划会参考欧美甲日本的制度，伫急诊病人真侪病院附近建立假日急诊中心，专门收治减伤分类第4、第5级轻症患者，避免轻症患者去病院急诊挂号，落实分级医疗。 它并不是用原本医院的急诊的人力，而是希望结合这个基层的医师，大家以轮值的方式来协助假日轻急症的服务。健保署讲，考虑真侪基层诊所假日休诊，所以讲初步规划假日急诊中心的地点，伫病院急诊塞车大约10分钟，采联合问诊的形式，由诊所医师轮值看诊。 对此，台湾医务管理学会表示认同，不过建议挂号费也有部分负担，必须对现行医学中心急诊费用大约1000块较俗，才有法度引导民众分流就医。 经过判定，如果你是第4级跟第5级的这个检伤，你可以到假日急诊中心，你的费用挂号费跟部分负担加起来，可能不到急诊费用的一半。财务上的诱因也是可以适度的引导民众愿意到假日急诊中心去就医。健保署强调，这样示范计划也需要甲急诊室定立插满病人的病院、急诊医学会甲基层诊所医师共同开会建议，包含设置所在、人力加奖励制度。另外，为了增加诱因，也提悬轮值医师、护理师健保的给付，详细部分也需要进一步讨论，相信今年年底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